这个男人正沉浸在歌舞中，努力讨好着上司，希望以此升职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。这时接到一个神秘举报电话，那人有卓警官被害的证据，但秀月并没有在意，也因此引发后面的一系列问题。秀月决定与 K 一起找出那个举报者，重新调查这起案件。吴巡警发现徐祖元离开葬礼的时间和西迁家被盗的时间吻合，猜测当时诬陷西迁的人就是他。秀月看着沈某家成堆的课本，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杀害卓警官的。这时发现一份爱心康复院的册子，前台的护士认出了照片中的人，就是贺震的好友。每次贺震逃走时，都是沈某不厌其烦地将他送回到这里，让秀月可以去贺震经常去的废车场找找。秀月与 K 一同来到这里，担心里面的瘾君子可能会认出他。K 帮他想了个好办法，秀月用自己的高级西装换来了瘾君子破烂衣服，衣服恶臭的味道让秀月连连作呕。变装成功的秀月进入废车场，毒贩警惕地撸起秀月的衣服，看到他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孔，才将药物卖给了他。原来 K 早有先见之明，提前在胳膊上了扎了许多针眼，才得以顺利蒙混过关。但初来乍到的秀月被一群瘾君子盯上了，一棍子打倒秀月，抢走了他的药品，还扬言就当作新人的见面礼。瘾君子清楚，真正的毒虫是不可能就这样轻易的放弃药品，猜测秀月是卧底警察，随后拿出药品让他当场证明自己。秀月气愤 K 出的馊主意，瘾君子们看着自言自语的秀月，觉得他可能真的是个精神病，便都离开了。秀月在角落里发现了贺震，和 K 带着他准备离开这里，刚刚的瘾君子们又追了上来，秀月几人只能夺命狂奔逃离这里。这个帅气的男人拯救了濒临死亡的瘾君子，将他带到自己熟悉的小诊所，询问之前的举报电话是不是他打的。贺震神志不清，毒瘾发作，原来他当初得知沈某要去举报，赶紧去向老大汇报，也因此间接害死了沈某，负罪感也一直折磨着他。秀月线索再次中断，只能先将他暂时留在治疗室。凶手按照金组长的指示修改着口供，告知金组长，他的手下看见秀月出现在废车场，还带走了和沈某有关的人。得知秀月并没有放弃调查，金组长决定给西迁一点教训。女子监狱里，西迁寡不敌众被大姐头恐吓。秀月得知此事，找到金组长，希望他不要再伤害西迁，他到现在还很信任他。金组长劝诫秀月，如果不想西迁再受到伤害，就不要再搞小动作了，不然也只能鱼死网破了。秀月察觉到金组长的不安，更加确信卓警官被害案肯定就与金组长有关。吴巡警认为徐祖元当时应该没有时间销毁物品，很有可能就藏在车里，和在善一同来到废车场。突然一个男人偷走了在善的钱包，吴巡警看到他脖子上的奖牌，立马出动追击，奋力一跳制服了他，拿回了西迁的金牌。男人也承认是从徐祖元的车里偷的。两人终于找到可以证明西迁是被诬陷的证据。秀月和 K 一同在监狱门口迎接西迁，看见西迁的那一刻， K 激动不已，害羞的不知所措。西迁拿出包里的一堆情书，警告秀月不要再做出让人误会的举动。秀月清楚是 K 的杰作，只能尴尬的说是太担心他了。西迁出狱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出杀害同僚的幕后黑手，想到那时他们并没有伤害他，应该是想利用他来警告别人。秀月告知西迁，害死卓警官和之后的一系列案件都是金组长所为。这个瘾君子被人所救，醒来后又偷偷跑了出去，致电秀月，他已经知道了当时打举报电话的人是谁，会亲自去向他确认，帮沈某洗脱罪名。贺震找到金组长的另一名组员小启之后，贺震的尸体就在郊外被发现，死因是注射了过量的药品。秀月赶到现场，明白他是被灭口了。原来当时贺震找到了小启，但他不希望惹上麻烦，让贺震再也不要来找自己，便驾车离开了。社长的助手突然来到这里，将贺震灭口。助手向社长汇报贺震没有暴露任何信息，社长吩咐他继续监视秀月。秀月找到小启，从通话记录中发现贺震遇害前只联系过他，而之前的举报者也就是他。小启辩白自己并没有杀害贺震，秀月劝说他交出证据，一起合作扳倒金组长。西迁试探地询问金组长，金组长却不再隐瞒，直接承认了这一切。西迁失望地说，下次见面一定会抓捕他。小启来到酒吧，看着卓警官生前送给自己的酒，想到他对自己的照顾，拨通电话约秀月1小时后在卓警官的灵堂见面。而秀月的行踪都被助手监视了，社长将秀月与小启会面视频发给了金组长。一个小女孩端着年糕来到西迁家门口，说是新搬来的邻居。当西迁打开门，4、5个壮汉却径直冲进西迁家。金组长立即来到灵堂，小启猜到事情暴露，立刻逃跑。秀月赶到，在窗边看到金组长正在追赶小启，金组长开枪警告他不要再跑了。小启赶紧跪在地上求饶，主动献上证据。他当时恰好拍下了金组长杀害卓警官的视频，恳求金组长再原谅他一次。金组长气愤地对他一顿暴打。秀月飞身一脚踹飞金组长，夺过手机，决心今天一定要逮捕他。
金组长却并不担忧，警告秀月，如果自己出事，就别想再见到西迁。小启突然从后面打倒秀月，怒斥他没有本事，还要拉自己陪葬，随后踩碎存有证据的手机。金组长让秀月赶快去废车场，说不定还能见他最后一面。秀月急速赶到废车场，在货柜车厢里发现了晕倒的西迁，柜门突然关闭，两人都被锁在了车内。金组长吩咐手下处理了两人，便开车离开了这里。秀月与 K 疯狂地踹着车门，但依旧没有改变。这时西迁醒来加入了作战，三人同心协力，终于将车门踹开。秀月和西迁挂在急速行驶的货车上摇摇欲坠。